后来乡亲啊，继续是正大消息，来看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上届骄傲的就是伊的外交成绩。不过，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徐卡心提出着一份2026年的年底才会当来解密的政府的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是咧讨论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的内容甲进度，其中有讲。台湾拢已经开放着来自甲福岛地区的食品，但是也是无法度参加区域经济整合，可见美国并无支持台湾来加入。徐卡心是炮轰着萧美琴，面对着美国的压力，就拼掉着国人的食品安全。针对着徐卡心的指控，萧美琴相关的单位暂时也无回应。但是民进党嘛反口说国民党唔知影真实是何事，讲国民党真正唔知影当是啥物天年。当世界拢咧行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时阵，只有国民党要咧强调九二共识。这么早来开会是讲了些什么啊？是讨论选战吗？没有啦，来接待外宾。一直出现在民进党部，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不应选举和外交的事务。前一天电视台专访嘛讲到担任驻美代表的这段时间，向美国争取一表的瑞波。很多人说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挺我们？你看看这个，我们插队。对。美国是第一个捐赠给我这是优先捐给台湾。对，强调疫情这段时间，美国真支持台湾，关键时刻送一票。不过国民党嘛提证据支持，告诉讲美国这么挺台湾，先怎不互咱加入区域经济组织？我们吃的莱猪，我们开放的福食，那实际上面其实这个是付出了很多的政治代价，但是美国仍然不支持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记者会直接公布的这份文件，就是行政院经部谈判室和美方交涉加入印太经济架构书籍的参考资料。文中内底个讲到，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加入，恐惊互中国气不噗，互萧美琴将做拿赢泡美重点。我们下定的疫苗有一部分甚至付了钱，却迟迟没有到货。所以，我们当然心怀感激，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询问，为什么钱给你了，你也给出去了，我们最后还是要去插队，去拜托国际的友邦捐赠给我们？国民党是真的不知道是今夕是何夕。当世界目前都在走印太战略的时候，就说国民党还在强调所谓的九二共识，还在警报九二共识含有这个一中原则的这个申诉牌，那么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萧美琴的外交成绩一直拢是真关分，即马靠南亚指控是天性天化，要如何回应这个压力，都考验这鸟的智慧。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